说说我长得像谁？你们以前有人說我長得像佘詩曼，上年11月11。可不可不要這麼樣徘徊在目光內？你會察覺到我根本寂寞難耐。即使千多百個深夜沉在夢境內，我又吻過你，這畢竟並沒存在。人聲車聲開始消和逝，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。是我多麼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無盡嘆謂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，無奈你我各有各色範圍。就算在寂寞夢內照出好有關係。為在暗裏愛你暗裏着迷，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。共我道別吧，別讓空虛使我越軌。這個第二場，感謝花園鼓勵全開，大家送禮物的時候可以送一下鼓勵全開呀，為我打 call 啊，還有那些什麼金秋賽的禮物啊。我現在是第77名，然後幫我擠進前5嘛，幫我送到前5去。即使千多百個深夜沉在夢境內，我又吻過你，這畢竟並沒存在。人聲車聲開始消和逝，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。是我多麼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無盡嘆謂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，無奈你我各有各色範圍。就算在寂寞夢內照出好有關係。為在暗裏愛你暗裏着迷，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。共我道別吧，別讓空虛使我越軌。感謝開朗哥為我加冕。每次見你我也着迷，無奈你我各有各色範圍。就算在寂寞夢內照出好有關係。為在暗裏愛你暗裏着迷，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。共我道別吧，就讓空虛把我摧毀。11月是慧慧1周年點線，對的，11月14號。哎，好快啊！現在已經是9月16了，9月10月，還有2個月，時間過得好快啊！